各位平安吼，咱搁10:10，10点开始要今日礼拜吼，搁一届提醒大家会友吼，因为咱今日的奉献吼是伫咱后面的奉献箱顶头的奉献地吼，所以今天假是有奉献的会友吼，可以趁现在吼，到我们后面奉献箱的奉献在上面奉献上你今天要奉献的金钱。那有带会友里面有带那个手机跟那部分的话，可以事先把手机调成震动或关机。那我们等下的礼拜会在10点开始正式的开始。各位有时间也差不多啊，这时咱应该开始的敬拜，请大家安静心来调起上帝。这时咱要请咱的林牧师来替咱点到圣诞节的第4期蜡烛，咱请林牧师。咱即摆已经点到咱第4期的蜡烛，这第4期的蜡烛代表的启示甲仁爱。
宣调，万国啊，恁着学乐耶和华；万百姓啊，恁着称呼伊，因为伊对咱大施慈爱。耶和华的信息永远伫地，恁着学乐耶和华。咱即马请圣歌敬拜团来带咱学乐。然后我们如果方便的话，我们可以一同来赞美我们的神，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，对，如果大家方便的话，我们可以一同起立，然后我们来唱诗歌。在这个欢乐的节期，我们也可以一同来领受从耶稣而来的爱。如果大家愿意的话，我们可以一同用这2首诗歌，一同来接受耶稣的爱。我们知道他是爱我们的那一位从天而来的耶稣。有个千年不变道理，那就是
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，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我们持续站立。这时咱要由咱起来，要咱用信息的头前第13页《使徒圣经》来告别咱今日的信仰。使徒圣经，我信上帝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信神投胎，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，对圣州得了到人来受苦，第四日死埋葬落阴府，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，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。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信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信徒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各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。请坐。就是我要请大家甲我同心压头来祈祷。阮伫天的爸，阮感谢你大慈慈爱。当阮世间人搁伫罪恶中无仰望的时，你将拯救的信息透过主耶稣基督的降生，托互咱世间人新的活命。天上因为安尼产生变化，互阮感受到主耶稣降生的意义，就是要改变阮人的生活。万民因为耶稣的降生，忧伤变成欢喜。善车人要得到激励来拍拼。单亲的、幼稚的、囝儿的人，要得到生存的勇气来突破困难；破病的人要增加恢复健康的信心；失败的人要恢复斗志，起来，搁起来，搁一届会拍拼；失业的人要看见新的可能性甲机会；人受转化，人生要得到改变。规个宇宙世界拢因为主耶稣你的降生，充满仰望甲欢喜。愿伫今日这个圣诞的好日子，祝福阮继续的信心甲勇气，祝福阮谦卑甲温柔的性情，带予咱新的生命甲活力。愿阮毋干那伫遮领旨主耶稣降临伫阮的心内，搁较要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模样。来真侪真实的基督徒，来引带人，来帮助人，恳求主你加添阮的能力、甲信心，来面对阮的亲人、阮的朋友，或是生分人，互阮伫因困难的时，阮会当伸手来帮助因；伫因痛苦的时，阮会当用心来关怀因。因为主你捌对阮的讲，人民送向人的，就是祝福耶和华。伊要照伊所行的好事来行伊，阮也要伫遮祈求主祝福伫今日来到教会参加敬拜的所有的会友，互阮的心向主的道来拍开，互蔡长老正做阮的出口，用主你的道来教示阮，一切荣耀甲学乐拢归乎你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恳求，拢是靠主耶稣的圣主名来求，阿免。
爱我的灵，兄弟的这一生。
咱真感谢圣歌队所为咱带来伫圣诞节俄乐主降生的歌。这时，咱要来请咱的蔡长老来讲道。伊今日要讲道的题目是启示甲仁爱，咱请蔡长老。各位姐平安，真欢喜伫这日这时阵，尤其看到咱遮真济，有可能恁真济，恁踏入教会几啊遍，但是第一遍来到伫阮即个圣诞节三角做做主日。咱即个时代真趣味吼，以前啊请人食饭，逐个是拢哦，安尼大目口的大青草，足侪人去的。请人食饭是互要惊死。我最上惊是人甲我讲啊，当时你有时间通食饭无？即个食饭要叫咱来是一个足英雄的代志，真感谢恁。我今日看到咱的啊，即久咱少年的六七十年，听讲伊来台北，伊讲伊台北要台南要做伙走，毋通台北台南做伙走，走台北就好啊啦。台南无啥爱走啊吼，我即满嘛是台南无啥爱走。今日看到足侪新的朋友来。我昨暝临时将我的泡泡面都向用改，因为我看到真侪真水的物件，咱有看到遐无？哦，迄毋知啥画，阮阿姨嘛有画伫遐呢吼，家己看阮阿姨画倒一张吼。咱每一个人伫主的面前拢有伊的才能，伫圣诞节时阵，咱每一个人真正爱知。来那个。真实嘞吼，迄个形容，迄个泡泡面就临时改，因为我今仔日准备要来讲三个故事尔，要今仔三个做伙要甲恁报一个大欢喜好消息，要讲三个故事，来，咱装一个来，嘿。开始甲真难，今仔日咱已经点到第5期的辣条，4期的辣条中间。咱应该搁点到中间即支辣条，咱7个辣条，咱有请咱林牧师做伙来甲咱点到，伊是咱教会宝，咱尊重伊，伊是咱教会上缘投的。伊点这辣条的时阵，互咱感觉心，我头拄看伊点辣条时，个心我就非常感动。因为我老爸老母以前若等圣诞节的时阵，这嘛是拢我老爸老母来点辣条，虽然伊无伫咧，总之我感对我来讲是非常怀念。咱伫即个世间偌久的时间，咱当直接服侍上帝，这是一件真水的代志。这5条中间有咧甲咱讲，这喜乐的辣条，这甲咱讲有信心的辣条，这甲咱讲有疼的辣条，这就要甲咱讲这有喜乐的辣条。咱今日三甲做伙来，咱每一个伫真内面所有的人，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兄弟姊妹。咱所看到的，咱若照圣经所记载。今日耶稣出世伫对呢？伫马祖呢？因为出世伫迄个希罗顿大饭店，也是迄个帆船饭店，迄个6000级的、7000级的。伊出世伫马条，因为说出世伫马条，你甲恁讲一个故事，咱来知影一样代志。即个代志用细汉阮的课本，若细汉课本有诶人吼，应该离袂叫我差无偌济4年厝的。搁较头前遐，差不多3年厝、4年厝，听有即个故事。这是詹姆斯家一个麦奇的故事。这是美国的所在，迄阵拄咧不景气，美国经过一段叫做不景气的。这詹姆斯的时阵是伫铁路咧做一个工人，生活足歹。总是两翁某三声听，因某找无工课，拢住厝，用上少的钱，但是去准备真济物件，煮一个真好，等伊的先生倒来。伊太太有头毛照，恁啊水的，伊足爱伊的先生，两个非常的相听。圣诞节要到啊！圣诞节伫美国人的传说，其实是台湾人嘛开始有啥啦？爱买圣诞的礼物，爱交换礼物。就今日教会甲咱准备的，就是到圣诞的爱餐的时阵，这是要准备互咱的礼物，咱来欢喜来接受呢。毋通讲，哎哟，我歹势啦，我这来去用请，毋是用请，恁来是份足欢喜的代志。伊来答辩，
经过因厝的边仔时阵，伊就看到一个怀表的莲啊，伊的先生祖上就留一个怀表。好，迄表咱古早迄个表拢即种无啊吼，古早摕表仔咧看，啊，较早因爸爸留互伊时，还佫有一条链仔咧当挂咧安尼，吼，拄了摕出来看。他们看到迄个怀表，讲：哎呦，即个怀表哪会当买阮先生，毋知偌好咧。有一边摕出勇气去甲阮讲，头家娘，啊，即个链仔爱偌济钱？头家娘讲吼，看到你即个小姐个水小，这金仔呢，啊无卖你20箍就好，20箍迄阵才大圆哦，卖你20箍。算咧，剩箍6，哪有20箍？讲好啦，啊无你头家你拜托你甲我留咧吼，啊我尽量去欠钱，我来买。头家你看你遮见识讲，我会甲你留咧吼，啊你当伤久呢？现在逐个拢咧买物件，会甲我买去呢？讲好啦好啦，你甲我留咧。迄阵个先生摕来做工课，圣诞节你要交我。因太太这头毛真好，你那水诶。伊讲我哪会当甲买一个迄个螺吼，安尼用到头毛吼，迄头毛安尼用起来有无？头毛那个变起来了，较用螺起来，迄毋知要偌水咧。伊拄一边过，看即个螺遮尔水，伊问头家你讲，这螺爱偌济钱？他讲你足爱笑，讲我足爱，阮太太这头毛足水诶，头毛伊甲抹起来，佮用这个螺落，一点够水。头家讲安尼啦，这把梳子我只卖你20元。好，20元，老板娘，拜托你哦，不要把它卖掉。我圣诞节以前一定会来买。老板娘说：“你要赶快哦，圣诞节很多人要买东西。”我说：“知道，拜托你。”这个我想过，我圣诞节快到了，我买什么礼物给我太太？她一直在走，一直在想的时候，想说：“啊，我的这个表已经也没有表链了，我就干脆把这个表拿去卖。”就问老板娘：“老板娘，我这个表能够卖多少？”我这个表还不错呢。好了，这个表就卖你20块，就可以换那个链子给你好了啦。这个表就卖你20块，他好高兴就买表给他，就把那个链子买走了。我把它包得好精致，他说藏起来，等圣诞节我要给我太太看。之后太太在家里，太太想说，我要买那个表链给我先生，说配上来他戴在身上。现在工作很辛苦，应该多帅多漂亮哦！他终于走进一个理发店，跟老板，理发店呢，我这头发漂亮不漂亮？好漂亮哦，金色头发。我要把它剪掉，能不能卖钱？当然可以卖钱啦！这么好的头发，当然可以卖钱。可以卖多少？20块。刚好可以卖20块哦。那你就把我剪掉好了，我卖给你。我跟他说：“你有没有想清楚？要留头发很长诶，要留头毛就无简单的呢。那我这等下无简单呢，你只要想清楚无？”我想清楚了，你帮我剪头发，一边剪一边掉眼泪。老板娘，这个剪刀一直剪不下去，你真的要剪吗？真的要剪吗？帮他剪掉，拿给他20块钱。老板娘又帮他把他头发稍微整理一下，用一个细胞粒毛巾把它包起来。头巾，然后就那天晚上，他去买了很多的，不是买了很多，买一些比较好吃的东西，尽所能的买一些东西，因为他1块多，买了，准备晚上吃一顿好好的圣诞晚餐。先生好高兴，带着一把梳子，我终于有一把梳子可以给我的太太了，好高兴回来。太太啊，今天我圣诞节到了，我们要吃圣诞节的大餐啦！太太说：“我都准备好了，你把那桌盘椅子、你的盘椅啊，等下那个叉子全部摆好。”哇，一切都在摆时阵，两个就坐下来，你看着他，圣诞节到了呢，我要送你一件礼物。我想了好久，我终于看到这件礼物了，我要送给你，太太。你是我看到最漂亮的女生，尤其你那头金色的长头发，我每次在工作在无力的时候，就想到你那金色长头发，我就有满腔的力量。如果你把那个金色头发盘起来，要有一把梳子，多好看呐！他说：“对了，没关系，等我们有钱再来买。”他就把
掏出来，太太，请你打开。太太把它打开，一把梳子。先生说：“我来帮你别上去。”太太说：“不要，你不要帮我别，我帮你别上去。”他就把他头巾拿下来。你的那个长头发呢？你怎么变成短的？你的长头发嘞？老太太头一直低着，口袋拿出了一个链子。跟你讲说，我一直对不起你，我没有工作，都是你在工作。每次看到你工作那么累，我都觉得很难过。你爸爸留给你一个怀表，那个怀表的链子也坏掉了。今天我看到有一个金链子，圣诞节我送给你，让你别在你的怀表，这样很漂亮。先生拿着那个链子，跟他讲：“太太，怀表就是那把梳子。我已经把怀表卖掉了，寄还这把梳子。一个人拿一把梳子，一个人拿一个链子，这是我们的圣诞节礼物。我们有时候觉得物质的享受对我们很重要，但是相对的更重要的是什么？我们的心到底怎么样？第一个礼物告诉我们，耶稣为什么降生在马槽，因为他要的是跟一些基层、贫穷、就基层的、就善起来的人三个做伙。大官无需要耶稣啦，就有钱人无需要耶稣，耶稣爱是安怎？所有人普遍的人拢需要耶稣。你耶稣来，就是要甲恁讲，我要甲恁三个做伙。所以我出世的所在吼，是伫马条内底就好。我无要出世伫王宫，出世伫贵族。所以我问恁，你要买圣诞节礼物有啥物人？你免买足贵重的物件。总是你要买你的心内面一个真重要的物件。第二项，耶稣出世呢，伊要做君王呢，啊，上尾啊，结果是安怎？互掠去顶十字架啦，互掠去审判啦。我做35档的法官啦，专门咧审判人。向审判的人，大家都忧愁苦面。我无啦，自东自西大咧治，啊，就安尼徛伫安尼一直审一直审。耶稣拢无讲话，点互掠去做审判。啥物是好人啦？啥物是歹人啦？伫民国70几年的时阵，迄阵个戒严的时代，台湾还有一个叫做《惩治盗匪条例》第2条，拢总有10款，每一款拢是死刑。抢物件都死刑啊！这抢物件是5档以下，以前抢物件死刑，拢不能讨价还价。台北地方就发生这案件，有的回忆已经听过啊，可能但是足侪在座也无听过。这其实案件发生的时阵，大家开始咧考虑这个问题。一个人，耶稣咧审判时，一个人本身向掠到法院的时阵，伊是安怎向法院掠法院？就是伊去商店共抢700块，出来佫车倒一个老人，迄个老人讲一个头壳佫死去。啊，严重无？有嘛？共抢钱，佫去掐死一个人啊！所以来审判的时阵，检察官求刑、死刑。法官咧判嘛，无意见，甲问伊，伊拢承认。总是迄个村内面的人，真侪人社会来甲伊讲，这个人其实是真好的人啦，敢一定爱甲判死刑，然后去调查结果，这个人吼，因为伊的妈妈足老的啊啦。伊吼等于无咧食头路，伊专程是咧顾伊的妈妈。伊逐日爱对村内底对新迄阵新店还佫足偏僻，对新店行过吊桥，爱因妈妈出来，创爱出来，互医生看头啊啦。伊拢咧爱医生，爱因妈妈出来，互医生看。伊是一个村内面，逐个拢知即个庄头内底是照义户的孝子。伊甚至要做这样代志的时阵，伊要变伫新店潭遐搭，新店遐有水嘛，啊，人带过船啊，叫拨落，拨落要堵死啊！所有人拢足紧张的时阵，同甲伊一个人所以跳落去，将这个囡仔救起来。救起来了后，伊个爸母看到了，足欢喜的，随千古银钱出来要摕钱互伊，讲无，救人是应该啊，偷来摕钱，啊，就做还逃走。这个人现在太去抢钱，
你妈妈咧艰苦大院啦。较早迄个时代，若大院吼，是毋是保证金？偌济保证金700箍。医生甲讲哦，你若无摕700箍来，恁老母袂当大院。伊摕到700箍，我想我哪有700箍？无倒去商店，迄阵还无1000元大钞，拢700箍的。讲你摕7张700箍互我，拜托你啦！后迄个强盗讲倒仔寄出来，讲我甲你抢700箍，拜托你，谢谢你。伊个店员算700箍，算会摕互伊。伊摕着了，伊赶紧要去病院交钱，装出来时阵，拄撞着一个老阿伯啊，一目口，伊怎啊撞到？老阿伯哭到啊，全死去。这代志听了后时阵，阁有一个查某囡仔，阁有一个小姐行出来，甲法官讲：法官，拜托咧，弄到这个是阮老爸啦，阮老爸本来身躯都无好啊啦，莫讲甲弄啦，手甲掰者伊嘛倒去，啊，我拢知啦，啊，伊都为着要甲伊老母交保证金吼，毋知去共抢迄个700箍，啊，出来无注意去碰着阮老爸才倒去的。法官，迄是挑故意的啦。调完也出来，讲法官，其实你咧抢钱的时阵哦，我有甲问啦，讲你啥才要甲我抢钱？伊讲我都足急的，我无700箍，阮老母都袂当住院，阮老母若袂当住院哦，有可能会过身，所以吼，个我甲伊抢700箍，我一定会还你。我一定问听咧，我问你，这人敢歹人？恁顶面听到台湾认你歹人，叫做起诉官判死刑啊！一个共抢钱，佮去弄敲死一个人，是毋是爱死刑？是当时耶稣就是安尼啦。耶稣出世了后，伊拢做代志，拢加遐散车人做伙，预备赶鬼送乡的人做伙。哦，遐人少毋甘愿咧啦，他会当互你耶稣做即个工课，安尼阮的风头都拢互你抢了啊！煽动大家较顶受价啦。耶稣啥人他无要开喙，伊无要变啦。世间真侪代志吼袂变真的呢。信则恒信，不信则恒不信呢。人讲蔡宗义足歹，啊，就足歹就足歹。我即世人拢毋捌咧变，你讲我歹我就歹。上帝知就好。咱相共款，咱行到教会每一个人，我希望咱大家拢知影即样代志。好加歹是伫上帝。我嘛常常想到一样代志，若假使一个人为着要假影做好人，逐日拢去帮助这善车人，因为真正要帮助咯，伊是为着要出名，总是逐日做啊到死的时阵，有得着名声无？有，我有认同无？我嘛认同，我嘛希望这个世间足侪人吼是歹人，啊去做好事。伊当你做好事时阵，你比啥物呢？你做好事时阵，你要有行动啦。咱甲讲咱会疼，咱有真正行动咧疼无？我疼你，但是咧工作我替你祈祷，我都啊无你100箍借我来挂号，无啦我替你祈祷就好啦。啊100箍我爱食便当。咱常常无行动啦，行动有当时咧祈祷嘛是爱行动呢。听爱表现出来，但是听，无表现出来，毋是听啦。咱甲一支喙讲听，我听所有的人总是咧行动表现出来啦。我遮咱特别讲到咱的陆州师，伊咧咱教会第一遍咧建堂的时阵吼，做迄个一骹迄个皮箱特别手工的拍卖，结果啥买去，嘛是伊买去，买去关注到教会，伊讲即骹地专门要送因太太。啊，总是嘛是摕出来买，啊卖遐个钱，最后伊出价出上悬，啊去甲迄骹甲买一对，啊买送因太太，迄叫做疼啦。疼是安怎？变做一种习惯。咱今来到教会内面，第二件故事甲咱讲，咱爱将疼当做习惯。遐每一个人真正出伫疼，疼是行动，疼是一甲喙。最后一项书，因为时间关系，讲一个最后一项书。伫外国，比如盖茨啦、巴菲特啦，遐股神，伊拢讲一句话，我罗坚
什么叫螺旋？就讲我死了，所有资源要复现出来。伫咱华人的世界真少啦，复现着安尼复现也无出名无啥，咱要复现，包着自动总复现。因为伫美国，因的宗教信仰内底一个基督教信仰足重要的。基督教信仰重要伫对基督教信仰上重要来讲，你所有的在世日子是足短暂的。上重要日子，拢是伫天堂永远的福气，因为你的灵魂有一日会到上帝遐，上帝要甲你审判。所以讲，你不管你趁钱足好，你趁足侪钱的，你所趁的钱吼。你免卖出卖灵魂，你将你的灵魂交予上帝，安尼上帝点都互你搁较济。所以不管你洛克菲勒家族，不管是即马现代世界首富比尔盖茨，啊，这巴菲特遐股神，伊拢签契约，讲我若死了，我在财产拢总要献出来。各位亲爱兄弟姊妹，献出来物件，那叫做财产。糖你无现出来叫做啥？叫遗产。你用袂着遗产，你用的就是财产。你献出来财产的时阵，互大家遐，尤其散车人，大拢做伙用。你的灵魂到上帝遐，会当得到一个真大的上帝所应允的。所以，咱讲一句话：，若阮遮老吼，我甲剩一间厝尔，所有物件拢献了了啊。我剩即间厝加遮物件。我若老的时阵吼，我这物件拢总要献出去，甲人留一项。你敢知留这一项？甲留我的灵魂，因为我的灵魂吼会当得到平安就好。上重的是哪？因为得平安，所以天使报佳音的时阵，讲一句啥话？天使甲你报佳音，今日圣经要甲你读一句话，甲咱讲啥？伫天顶，阳光归伫上帝。地上平安归伫伊所欢喜的人，这句话真水吼！平安，小老，现在甲隔壁讲一句：平安，平安。哎，咱讲祝福平安是讲嘴尔呢，你心底祝福伊，互伊平安。咱逐个人拢无平安啦！你要讲看到我，讲我做大官，我足平安呢，我嘛足无平安呢。查某囝无嫁，烦恼嫁袂出；查某囝嫁，烦恼嫁了好后摆开始生囡仔，烦恼囡仔过了好日子无？你是一世人，敢若操完你的家属，操完一世人。甲我讲袂操完人，请你举手。无人敢举手。我你遮细只高山啊，安尼拄啊艰苦3个月啊。伊艰苦好着我艰苦，我艰苦着伊艰苦，阮两个轮流传染，反正传染3个月啊。你毋敢嘛？总是上重要是安怎呢？咱有迄个平安，只要平安，惊咱三个做伙，咱心中搁当着偌济烦恼的时阵，你有平安。你来甲教会的时阵，你行入来，你讲我都无信上帝，阮无强迫你信上帝，总是阮希望你有平安。当你足艰苦的时阵，你甲阮来甲弟兄讲，甲遮弟兄讲，我心中我拄着遮济代志，无安尼，替我祈祷，祈祷有力量有效无？足有效的哦！你毋是问阮遮会友，我拄着做啲代志时阵，足无代志，祈祷上帝有听的。咱有当遐烦恼拢加烦恼的呢。哎哟，嫁了毋知好啊歹啊，敢若还袂嫁以前，尤其是查某囝要嫁，最大的就是安怎，告诉爸母、爸爸妈妈，我要嫁出去，两个甲你顾较好，安尼就开始头啊！我即世人目靠上帝啊，摕阮查某囝嫁去靠啊，鼻屎拢落来。啥物人靠嫁查某囝袂靠啦？我甲你问你啦。哎呦，细汉忝命命，啊出去毋知人毋知甲咱苦冻袂。其实人对咱有够好，咱嘛是讲话要惊死。咱拢会烦恼啦。上重要是咧平安。最后结论来讲，我希望恁今日每一个人达到遮，我报你一个大欢喜好消息。对当开始，恁有倚靠，恁心中若充满无平安，心中充满着困难。心满着充满烦恼的时阵，会去倚靠主耶稣基督，伊特别守护恁平安。阮替恁祈祷，大家三甲祈祷，得得着平安。先咱三甲来祈祷，爱主阮的上帝，阮真感谢你，阮真在得着平安。
凡是了充满着得平安，阮知世间有苦难，人活伫世间，当着真真济济生老病死的苦难，总是阮的心中，我靠上帝就得到你平安，做将你平安，收拾伫阮每一个人顶悬，收拾伫阮每一个人行行顺顺的顶悬，收拾伫阮每一个家庭顶悬，收拾平安，我得到上帝的稳定，安尼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这是咱要开始咱今日圣诞节娱乐的活动，这是咱要。主曲还没下来的话，我们就先来请那个咱的社区班的美食创造班，他们今天要用活出爱，用手语的方式来表演。我们请社区的美食创造美食创造班。可以了哈。太深，测不透，摸不着，却看得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心给，用心爱，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。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。深测不透，摸不着，却看得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心给，用心爱，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。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生
着，却看得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心给，用心爱，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。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。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。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。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。接下来的话，我们要请我们的主日学小朋友要来表演。他们今天要表演的圣诗有细汉囡仔，细汉囡仔的朋友，太阳出来了。我们请主日学小朋友。
咱搁刷接落要赞美的是由咱的社区音乐天地，伊要为咱有3条是歌，第一条是我来祝福你，第二条是云上太阳，最后面的话他们会用手卷钢琴来演奏马槽歌跟雨月花。那请我们的音乐天地班的社区班同仁会有。我们下面的会友假会唱呢，我们可以一起来唱哈。